繼續來關心政治的消息，民進黨是正式來定調林委沈碧陽參加這個台北市長的選舉。黨主席賴清德強調，沈碧陽就是上好的人選。因若要拼連任的台北市長蔣萬安是回應講，伊家己攏專注佇咧市政。另外，國民黨這邊也來確定彰化縣長的人選是要定調前科技會的主委魏炳正。不過，國民黨立委謝宜豐，也有前民眾黨的立委蔡壁如，攏想要來參選。由新兼黨主席賴總統親自換競選的黨啊，民進黨中執會調查確定由立委沈碧陽參戰台北市長。賴總統表示，今麥台北市有上好資源，不過無扮演帶頭的人，也無為台灣加分。沈碧陽是台北市長唯一競選。台北市的人口不斷的在流失，預算最多，但是看不到長期的規劃。我們要解決問題，我們不是要 OK 繃，我們要給出的是。要給台北完整的免疫系統。但我看現在你的對手沈博陽他就問，台北隊就是持續每天專注在市政上。要拼連任的蔣萬安強調家己一步一腳印，和所有的市民環境得到上好照顧。國民黨中央中常會也確定定調前科技會主委魏炳正參選彰化縣長，伊本人也向黨內其他想要爭取的對手發聲，為今麥開始絕對免混亂。我絕對不是空降，我相信。我對彰化的貢獻不會比其他人少，今天只不過因為我的知名度可能比較低，這個是我必須要反省檢討。在提名的過程當中，有很多遺珠之憾，但是所有的人才，國民黨都不會忘記。我們也希望大家能夠放下個人的規劃，為大局共同的來努力。原本想要爭取出選的會謝宜豐，伊為什麼國民黨內要參選人民民主做民調？現在是否脫黨參選已經不重要了，因為我已經領便當了。就在黨中央今天徵召之後，才開始進入高潮，就是傳出民眾黨的蔡壁如認為連他這個外地人都民調都比魏平正還要高，所以有意以民眾黨的身份來參選彰化縣長。我希望我們能夠來做一個攤鋪，好，那把藍白呢大家一起整合起來。不過國民黨組合會主委李泰華表示，若要過去在強推人選時共同協議，講的就是新竹市、新北市、咱甲嘉義四縣市。對蔡壁如個人參選議員，認為民眾黨會家己妥善處理。對民進黨早就就定過參選人，但所我是表示尊重，因為對伊來講，上重要是對選民負責。記者綜合報道。